Hello， 我係美聯物業嘅 Martin。今日嚟到珠海，無論喺地段檔次同埋平均尺價，都係珠海排頭前三甲之一。東望澳門，南望橫琴嘅十字門。同樣係高檔地段嘅珠海金灣航空新城賣緊25000，而十字門賣緊3萬。好多香港人話佢賣得貴，其實呢個說法係因為佢哋唔了解珠海。珠海嘅發展離唔開澳門，越靠近口岸嘅地段就越珍貴。20年前睇珠海拱北，20年後嘅今日，當然睇靠近橫琴口岸嘅新區十字門。珠海拱北係現時珠海人口密度最高嘅地段，而設施都係20-30多年前㗎喇。新珠海業主當然揀新區，無論係居住嘅舒適度同埋環境，十字門肯定係一個好選擇。如果考慮珠海未來10年至到20年嘅發展，無論發展潛力、人氣、地段，同澳門一河之隔、南望橫琴嘅十字門，無疑係珠海最具發展潛力嘅地段之一。任何位於交通樞紐嘅地段，政府一定會投入大量高檔次嘅設施同埋配套。你睇下珠海十字門嘅華發商都、城際鐵路十字門站、珠海國際會展中心，通通都喺十字門。呢啲嘢就說明咗點解咁多香港高收入同埋專業人士喜歡揀十字門嘅原因。我為你哋呢班有獨到眼光同實力嘅香港業主點讚。呢度就係十字門其中一個非常之受香港業主歡迎嘅樓盤——中海環宇天下。對面就係橫琴嚟㗎喇，我哋周圍睇下。上到嚟20幾樓，4房2廁，開放式廚房嚟嘅。攝影師帶你周圍睇下。我係美聯物業嘅 Martin， 一個已經移居咗大陸14年、長駐珠海嘅香港地產代理監管局持牌 agent。如果你哋需要更加多大灣區物業嘅資訊呢，請加我屏幕下邊嘅 WhatsApp 啦。請點讚同埋訂閱，咁 Apps 就會 send 個下次新片俾你哋㗎喇。下次新片見啦！